文化就在巷子里，所以我们不用到国家音乐厅，我们就可以听到世界级的布拉尼克音乐，还有世界级的一个世界音乐家。其实台湾的音乐也是可以这么国际化的。更希望台湾可以多多引进这么就是专业的、非常就是quality 非常好的音乐家，多多的来到我们台湾，可以让我们台湾的音乐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成长，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刺激我们的台湾的创作音乐的一个新的台北，就需要你们的支持。OK， 那刚刚个别的西班牙、非洲马达加斯加的，还有我们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音乐，呈现给各位。今天大家我相信是真的值回票价，对吧？对。恭喜你们。所以一般很少这么做，因为需要请到我这2位伙伴呢，非常昂贵。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是我们台湾人讲的，就是边谈别了。还有其他国家来的吗？我们举手，可以举手。大陆来的吗？香港。香港啊，老仔你好嗎？你好，大家好。还有哪里？上海。上海是吧？北京啊，四川啊。去年我记得我是2年前，我去过上海，我做一个公益慈善的一个活动。四川娃娃就是很多时间到四川啊，有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啊，可以到那个浙江啊，或者是到了内陆，可以，就是大家都听不懂我的唱什么的。我的报啥的，是的，我们一愣的，有啥就别一声嘛。还有哪里的？咱台湾的对吧？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ผมครับไทยเหรอไทยเยอะมากไทย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荷兰 Okay I'm so sorry I don't speak Nicola language I have been to your country maybe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yes. I hope you know yes what I'm saying. I'm so funny. Okay, I'm so sorry about that. I'm Jalal. OK， 那现在呢，因为我已经占用了1首歌的时间，跟大家说声招呼，所以那我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热烈的掌声，我们邀请我们的伙伴，马达加斯加的音乐家。原来，你看我都不贴心，大家先上厕所10分钟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我们的所有整合的一个演出就会呈现给各位。马上回来，谢谢，休息一下。